该劝劝他吧，都在这疯打了1个小时了。别打了，陆静，别打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打了，你都流血了，回家吧。我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好，回家，回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回家，回家，我错了。Keep on thinking about you. You're beyond a metaphor. Since I saw you smiling at me, your smile, baby, I'm just falling to you. So I see. 陆静，你这回要去多久才回来？我处理完事情马上就回来，所以你在家乖乖的等我，好吗？那你就不怕你不在的时候，万一我跟别人跑了呢？你敢？万一我就敢呢？求你了，别拿这个事儿开玩笑，好吗？
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所有的事情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包括大排档，你不用操心，你只管开开心心的去工作。哦，对，还有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，随便花。哇。OK。那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红着眼睛工作。好。走吧。好。忘带东西了吧？没错。测测呗，看看你是不是诚心经营。Yeah, I know. But I don't have time this way. Okay, listen. I want to be reasonable with you, right? And you need to know who the boss is. Be in touch. 这么晚还有工作啊？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是不是很不懂事儿？为什么？你不觉得我很任性吗？又要照顾我，还要工作，我还赌气，跟你妈妈把自己搞成这样。不过，我保证我以后尽量不生病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不想看着你红着眼睛的样子。我也不想看到你红着眼睛的样子。